认真啊，今日做到按所以冇个上作出来，你妈打讲。按时尚，今日嘅身體係當儲錢嘅經驗嘛。其實我知道啊，我頭前就有講到咧，我係面對人生當儲錢呐，唔過面對頭路就有做就好。唔係啦，係較阿彌陀佛，就較隨緣嘅話，我唔會當落去前講，我要走馬嘅頭路啊，按你存到幾多錢啊，我較唔係隨。意思就是說，給唔是錢呐，就很幾周唔是錢。唔講好對哦，我較少讀到像阿姊按歐巴嘅你，喺部分大家就對我當鄉下當照顧什麼大家，我真唔會也好。都不會缺失啦。我還知道喺因為啊，我同好嗰種有挑戰啦，還說做起來當神奇哦，假使我唔會做咧，其實對我嘅人生咩有加分咯。佢按你一路加起來，就越做越多，越做越多。面對人生嘅挑戰，我係當願意來去吃困難嘅。加起來就變利加啦。他不演員都利加，利加咩做對啦？利加真。利加表示，當然嘛嘅事情，因為好點樣 Q 到，很多奇案呢。不過家下一開始我真好奇嘅，就係我學種。13年吼，聽講去年出國嘅13年10幾百，15百哦，1500，我就問一年張12張嘢，佢平均一張嘢出國1.1倍，哦，1.1倍。你就唔是周 C 啊？因為我係有周 C，其實對我來講，我唔係講係不用了嘛個事情做唔習慣，其實我係一隻用白講做是個控制狂。我做嘛做得按你這種風險嘅出去了嘛，因為我所有嘅行程啊，就比如講粗些條路啊，全部都要擺好來，全部列好來，樣板來做 SOP 全部寫出來。故所呢，我因為唔看我出去了啊休息啊對話吼，假設我做些嘅條路啊，喺無礙嘅法，我講規則嘅辦公室免踢。沒有，我講所有嘅事情，然後比如講人事啊，好嘛，交涉費題啦，全部做起來。當奇怪啊，前面就有人機接天花，怎麼講？來，請問做接本來接唔掂嘛？唔讓人做唔得回答係，全部做起來。那做當客人又唔係做理總係，事情做我來做，好唔怕。嗰個唔看我見比出來六樣咩？好，我就不用了，我做下 SOP 本記哦，見比我打天花本罵啥？好，用辦我籌備最有下，我做落去講好，我打天花本沒有欣賞，好，按用辦講太加好，我係咪太加好？欣賞好，係嘛啥？有面試係嘛？我做乜嘅事情，我全部搞太好勢來，嗱，張做得風險出來不用了。都會控制人啦。控制人，故說發工作人，我做乜做得按樣，而明年啊全部都控制嗰度好。哦。而且係嗰種直線嘅人，佢下輩就會加人工。人工嘅樣。唔錯，我只有定係個醫師來做。因為炒鮮食，炒藕絲。其實辦公室底部就會最態啦。他是市長，唔敢講，冇講哦。他是市長，你知道嗎？辦公室的市長。嗰種冇記咗，唔係而家唐嘅是假意思嘛？佢喺佢嘅辦公室輕鬆邀人，現場都冇記按中央，因為現場還冇記。唐記講誒，唔講咩有道理，乜嘅事情做冇人嗌，做喺理總吧。現場嘅槍杆咪同過，係冇？其實愛呢，咩講真嘅，叫老大你哋不用嗌鴉片，因為叫他神槍東西。跟你做一個冇過。哦，一樣嗌做唔得。冇按太甜，他真的會變成超偶式，這樣不行哈。跟阿娟用這種你可以懂什麼？人家講啊，順菜啦，人生有過一對就好了。我係知道我面對條路嘅時間咪係過10萬幾年，因為我以前嘅條路係客家電視台嘅記者，也工作生活壓力真勁過大，因為當年都會聽新聞啊，韓國海軍新聞、東珠新聞，還有安亞新聞，係嗰個嘅時間，還有可能天同嘅時間，還係風采天，吼做唔得了人，聽錯愛去做新聞就錯咧，嗰個嗰樣是壓力過大，唔過呢，我就想過我喺自家線嘅條路。聽說我同伊做好來，冇本人高追啊，係啊，就冇加強啦。聽說我做好來就。而且也係離開係因為壓力狀態，大家聽話新聞壓力狀態。冇加人嘅加人。有做記者嘅時間，去風采天，有去嗰邊講，啊，有記者嘅目前嘅筆字，後喺頭入面風光飛。有啊，不過沒有演的。最近咧係喺演嘅。佢家有講，佢家講冇演都按用。嗰個假意呢個有條人係做來，啊就不好意思。猜啦，對啊。結果佢懂識猜啦，唔敢講。我去買了一台烏克麗麗，差唔多
5000人都8000元啊，已经唔记得几多钱嘞。迄个无想过，乌克丽丽5到8000元吼，来，你买一台差不多几多钱？那个差不多500元，听听。台币500元。你给乌克丽丽几多钱？買8000元呢。你買8000塊？因為我有真嘅有啲咧談，有啲你講講嘛，我講嘅真有個談，唔知道料啦。牙又好，牙又好。夾個面嘴睇到毛病啊！牙又好，大家欣賞頭都幾味。你可以加糖顆幾多糖？差唔多有2桶。因為佢嘅烏克麗麗動貼片哦，佢有6條線。哦，100迄條條，100係4條。那你是小吉他吧？不是我眼就想講，我應該唔係老幾講，因為佢錢有糖唔使本影咧，啲錢要發下。偏影片。我又唔好意思攞嚟講，誒排死買唔出我。買啲咩烏克麗麗，黑吉他。我咩唔知，我買嚟買嘅，啊唔過以前介紹過後，一台一下已經送完咧。哦，鼓手啲牙不卡就有灰塵了。你啲嘅以前當中哈，你就係近8000啦，近4000不就我跳振興音樂界，好，你振興經濟哈。唔錯，政府愛什麼啊？幹槍。經濟部應該頒一個獎狀給你。花錢大，就只花了8000塊的烏力克麗麗。買出嚟拿多錢？其實我喺知道講，那喺真嘅那麼本不可能啊，有帶來乜嘅負擔，自家做一堆自家負責。其實你會休息是做得嘅，不過我係知道唔係本自家哦，我係休息就永遠休息，你會想清楚。那唔係個永遠休息就按到一定會跳起肉。係就低嘅片，就低嘅片聽聽。我嘅按超存骨頭聽聽咯，我跳起嘅骨頭。有骨頭。都係講從阿中國有講到嘅，當到不可能當關係嘛，係係嘛嘅。其實可能係出於嗰種受力啦，會強啦。因為我自己還有愛用嘅經驗嘛，我之前就磁鐵路以前啊，就先同不可能來討論，我很下心，不跟阿公。係就我全部會講清楚，就同佢哋講哦，其實我一下啲鐵路當可以遇到乜嘅問題，我有那隻素材，我知道同艱苦嘅，故所我想去本自家休息一下嘅。結果你冇卡到了解到，你非常嘅辛苦嘅素材，佢就做得去體諒，我係減數嘅，咁可能就做得磁鐵路佢哋就接數嘅嘛。不過呢，我係真係有乜嘢，像我嗰陣時，我知道一隻做法係當好，我嗰陣時就想，跟我一下愛休息，跟我本自家休息幾久，我有3天一紮，對，有一個期限，折損點嘛。對，然後呢，如果說，其實你有按用嘅期限的話，佢不卡你就提到講，哦，有幾百嘅，有幾百嘅，佢不卡你就咩唔會少誒，你切下咩唔會。期限係乜嘅？2人3人。仲叫誒？冇啦，因為從來切下今天係。辦公室的上班族，後來我咪變成自由工作者嘅時間，沒有一餐咪係看冇安呢，我就本切個1年嘅時間，我就想，那係1年嘅時間，我冇辦法接到安呢，冇辦法到一個正軌當行嘅話，我就多咗去尋條路。哦，其實我有人會按佢現在啦，嘅阿偉嘅不可能家是同關心，唔你下做一些無落無錯，一下有冇。咁樣嘅係來回應嘅。其實不可能真正會要求可能我自己會預設，就講不可能可能我存較多，我有較好嘅存錢嘅方法。不過後來我就冇按care 記到咧，一開始會懂 care，冇按要記。 care。好，不過後來我看一本書，很多本人腦嘅勇氣，係被討厭。難怪你按本人腦。故事後來都應該勇氣動態。學習到專業自家嘅方式，係咁唔過專業自家就係講，做啲尋自家會快樂嘅事情來做，唔過也唔會影響到別人嘅。係，故所看一本書對我來講，就我會好多很較有較多嘅比較輕鬆嘅感覺。故所不可能每講做馬無條路嘅時候，做本人看一本書，本人腦嘅勇氣。我知咯。像我結婚嘅時間，最近就你知道幾多有勇氣嗎？叫男人是要勇氣嗎？一定是要用氣。梁靜茹借給你的。一定要老梁靜茹借用氣，韓國我看起來。老梁靜茹借勇氣。你笑得慢半拍誒。我沒有突然 get 到了。真是。有上開上工，有開打工。